Sabati 舞蹈团是为英文 Somebody Dance Group 所直接翻译过来，成员来自各行各业，有家庭主妇、上班族，也则是单身贵族，各个年龄层拢有。多年来得到指导老师卢子怡学习舞蹈，并为2012年起开办1001夜舞展为起头，到2022年的穿越 Fantasy， 每一场表演拢是学员努力学习的成果表现。为了推广2022年度舞展穿越 Fantasy， Sabati 舞蹈团2月26号嘛特别来到台南大湾坝广场头前表演，希望会当有更侪民众看到因的学习成果。因也欢迎介意因舞蹈的朋友，3月26号会当到鸿运文创中心买票入场支持。台南新闻家社为采访报道。